漢語聖經協會錄製，彌迦書。猶大王約坦亞哈斯希西家在位嘅時候，摩利沙人彌迦得到主嘅默示，論及撒瑪利亞同耶路撒冷。萬民啊，你哋都要聽，地同埋上面所有嘅都要側耳細聽。萬軍之主喺佢嘅聖殿嗰度要指證你哋嘅不是。睇啊，主出咗佢嘅居所，降臨步行喺大地嘅高處。眾山喺佢以下要融化，所有嘅山谷要崩裂，十足之蠟融化喺火中，好似水沖落山坡。呢啲都係因為雅各嘅罪過，以色列家嘅罪惡。雅各嘅罪過喺邊度呢？唔係就係喺撒瑪利亞咩？猶大嘅邱壇喺邊度呢？唔係就係喺耶路撒冷咩？所以我要使撒瑪利亞變成田野嘅亂堆，作為種葡萄嘅地方，又要將佢嘅石頭倒喺山谷中，露出根基嚟。佢一切雕刻嘅偶像要被打碎，佢所得嘅財物要俾火焚燒，所有嘅偶像我要毀滅。既然佢由妓女嘅工價聚斂得嚟，我要將佢歸翻為妓女嘅工價。先至話，因為咁，我要大聲哀號，赤腳露體而行，又要呼號好似野狗，哀鳴有如鴕鳥。因為撒瑪利亞嘅傷痕無法醫治，波及猶大同耶路撒冷我民嘅城門。唔好喺加特報告呢啲事，總之唔好哭泣。我喺伯亞弗拉嘅灰塵中打滾，沙斐嘅居民啊，你哋要赤身蒙羞走過。撒南嘅居民唔敢出嚟，伯爾薛人嘅哀哭使你哋無地可用。馬律嘅居民個心既憂且急，切望得到好景，因為災禍已經由主嗰度臨到耶路撒冷嘅城門。拉吉嘅居民啊，要用快馬套車。錫安女子嘅罪惡由你而起，以色列人嘅過犯喺你嗰度出嚟。猶大啊，你要將禮物送俾摩利切加特。亞革悉各個家族要用詭詐對待以色列嗰啲王。瑪利沙嘅居民啊，我要使嗰啲征服者嚟到你嗰度。以色列嘅榮耀要去到亞杜蘭。猶大啊，要為你所愛嘅兒女剃咗你嘅頭髮，等個頭光禿，要大大咁光禿，十足禿鷹，因為佢哋都被擄走離開你。禍哉！嗰啲圖謀罪孽嘅人，喺床上策劃奸惡嘅人，天一光就實行出嚟，因為佢哋手有能力咁樣做。佢哋貪圖田地去佔據，貪圖房屋去奪取，佢哋欺壓人，霸佔房屋同埋產業。所以主咁樣話：我籌劃災禍降俾呢個家，呢啲禍喺你哋嘅頸項上冇得解脫，你哋唔再可以昂首而行，因為呢個係惡劣嘅時勢。到嗰一日，會有人以歌曲嘲笑你哋，用哀歌譏諷你哋話：我哋徹底敗落啦！主將我哋嘅份轉歸其他人，佢竟然使呢啲份離開我哋，佢將我哋嘅田地分俾悖逆嘅人。所以喺主嘅會中，你冇人可以拈鬮拉準繩。佢哋話：你哋唔好講預言，唔好向呢啲人講預言嚟到唔停咁羞辱我哋。雅各家哦，點可以話主係心腸狹窄嘅咩？呢啲事係佢所做嘅咩？我耶和華嘅言語唔係會有益於嗰啲行動正直嘅人咩？近來我嘅子民走出嚟好似仇敵，
由嗰啲安心行過冇心打仗嘅人身上剝走外衣。你哋將我民中嘅婦女由佢哋安樂嘅家園趕出嚟，又將我嘅榮耀由佢哋嘅小孩子嗰度全部搶走晒。你哋起嚟走啦！呢度唔係你安息之所，因為塊地污染咗，要毀滅啦，要大大咁毀滅啦。如果有人全心虛偽講大話，佢話我向你哋預言將會得到清酒以及濃酒。如果有人咁講，就等佢做呢啲人民嘅先知啦。雅各家，我一定要聚集你哋，一定要招聚以色列剩低嘅人，安置喺一個地方，好似波斯拉嘅羊，十足草場上嘅羊群，係好多聲音、好嘈雜嘅一群。開路嘅喺佢哋面前上去，佢哋直闖過城門，由城門走出去。佢哋嘅王喺前面行，主引導佢哋。我話雅各嘅首領，以色列家嘅官長啊，你哋要聽，你哋唔應該知道公平咩？你哋憎惡良善，中意邪惡，喺人嘅身上剝皮，喺人嘅骨頭上剔肉，食我民嘅肉，剝佢哋嘅皮，打斷佢哋嘅骨頭，剁成碎塊，好似要落鍋，又好似苦中嘅肉。到咗時候，你哋人要哀求主，佢就唔會應允佢哋。嗰陣時，佢要照佢哋所行嘅惡事向佢哋掩面。至於使我民行錯路嘅先知，佢哋嘅牙齒有得着食，就呼叫話平安啊！凡係唔供給佢哋食嘅，佢哋就預備攻擊佢。主係咁樣話：你哋要遭遇黑夜，冇得見異象；要遭逢幽暗，冇得占卜。日頭要向你哋沉落，白晝要成為黑暗。先見要抱愧，占卜嘅要蒙羞，都要揞住嘴唇，因為上帝唔應允佢哋。至於我藉主嘅靈充滿力量、公平、才能，可以向雅各講明佢嘅過犯，向以色列指出佢嘅罪惡。雅各家嘅首領，以色列家嘅官長啊，要聽我嘅說話。你哋厭惡公平，喺一切事上屈枉正直，以人血建立錫安，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。首領為咗賄賂而行審判，祭司為咗公價而施訓誨，先知為咗金錢而行占卜。佢哋仲黐住主話：主唔係喺我哋中間咩？唔會有災禍臨到我哋嘅。所以因為你哋嘅緣故，錫安要被耕種，好似一塊田咁樣；耶路撒冷要變成亂堆，呢個殿嘅山要好似叢林嘅山崗。喺末後嘅日子，主殿嘅山要堅立，成為群山之首，高舉過於萬嶺，萬民都要流歸呢個山。要有好多國嘅民眾嚟到話：嚟啦，我哋登上主嘅山，走去雅各上帝嘅殿。主要將佢嘅道教訓我哋要行走佢嘅路。因為訓誨要出於錫安，主嘅言語要出於耶路撒冷。佢要喺好多國嘅民眾當中施行審判，為遠方強盛嘅國斷定是非。佢哋要將刀打成犁頭，槍打成鐮刀。呢個國唔會舉刀攻擊嗰個國，佢哋亦唔再練習打仗。人人都要坐喺自己葡萄樹下以及無花果樹下，冇人驚嚇。呢個係萬軍之主親口講嘅。由得萬民各奉自己個神嘅名而行，我哋要永永遠遠奉主我哋上帝嘅名而行。主話：到嗰日，我要聚集瘸腿嘅，
招聚被趕出嘅，同埋我所懲治嘅。我要使瘸腿嘅成為剩餘之民，使趕到去遠方嘅做強盛之民。主要喺錫安山作王，治理佢哋，從今直到永遠。你呢個羊群嘅高台，錫安城嘅山啊，從前嘅權柄就係耶路撒冷女子嘅國權，要歸俾你。而家你點解大聲哭號呢？疼痛抓實你，好似產難嘅婦人，係因為你中間冇君王咩？你嘅謀士滅亡晒咩？錫安嘅女子啊，你要疼痛劬勞，十足產難嘅婦人，因為你要由城裏面出嚟，住喺田野，去到巴比倫，喺嗰度要蒙解救，喺嗰度主要救贖你脫離仇敵嘅手。而家有好多國嘅民眾聚集攻擊你，佢哋話：願錫安被玷污，願我哋親眼見佢受報應。佢哋只係唔知道主嘅意念，亦唔明白佢嘅籌劃。佢聚集佢哋，好似將禾捆聚集到禾場一樣。錫安嘅女子啊，起嚟踩谷啦！我要使你嘅角成為鐵，使你嘅蹄成為銅。你要打碎好多國嘅民眾，將佢哋嘅財寶獻俾主，將佢哋嘅所有獻俾普天下嘅主。軍隊嘅城啊，你要聚集成軍隊，因為仇敵圍攻我哋，要用杖擊打以色列審判者嘅面。伯利恆以法他啊，你喺猶大咁多嘅城之中係細小嘅，將來要有一位由你嗰度出嚟，為我做以色列嘅掌權者。佢嘅根源從亙古，從太初就有。主要將以色列人交俾敵人，等到嗰個要生產嘅婦人生產之後，嗰陣時掌權者其餘嘅兄弟要歸到以色列人嗰度，佢要起嚟依靠主嘅大能，同埋主佢上帝個名嘅威嚴，牧養佢嘅羊群。佢哋要安全咁居住，因為佢要日漸尊大，直到地極。呢一位要成為我哋嘅平安。當亞述人進入我哋嘅地境，踐踏宮殿嘅時候，我哋就興起7個牧者、8個首領攻擊佢。佢哋要用刀劍毀壞亞述地同埋寧錄地嘅關口。亞述人進入我哋嘅地境踐踏嘅時候，佢要拯救我哋。雅各剩餘嘅人要喺好多國嘅民眾之中，十足由主嗰度降落嚟嘅露水，好似甘霖降喺草上，唔使仗賴人力，亦唔使等候世人。雅各剩餘嘅人要喺多國多民之中，好似樹林間百獸中嘅獅子，又好似少壯獅子喺羊群當中。如果佢經過，就要踐踏撕裂，冇人搭救。願你嘅手舉起高過敵人，願你嘅仇敵都被剪除。主話：到嗰一日，我要喺你哋中間剪除馬匹，毀壞車輛，亦要從你國中消滅城邑，拆毀一切嘅保障，又要清除你手中嘅邪術，你嗰度亦唔再有占卜嘅。我要喺你中間毀滅雕刻嘅偶像同埋柱像，你就唔再跪拜自己手所做嘅。我要喺你中間拔出木偶，又要毀滅你嘅城邑。我仲要喺怒氣同埋憤怒之中，向嗰啲唔聽從嘅列國報復。以色列人啊，要聽主嘅說話，要起嚟向山嶺爭辯，等岡陵聽你嘅說話。山嶺同埋大地永久嘅根基啊，要聽主爭辯嘅說話，因為主要同佢嘅百姓爭辯，同以色列爭論。我嘅百姓啊，我向你做咗啲乜嘢？我喺乜嘢事上使你厭煩？你可以對我證明。我曾經將你從埃及地領出嚟，又做奴隸之家救贖你。我又差遣摩西、亞倫以及米利暗
喺你前面行。我嘅百姓啊，你哋應該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設嘅計謀，同埋比爾個仔巴蘭回答佢嘅說話，以及你哋從什亭到吉甲所遇見嘅事，等你哋知道主嘅公義作為。我朝見主喺至高上帝面前跪拜，應當獻上乜嘢？係咪獻上1歲嘅牛犢做燔祭呢？主唔通會喜悅千千嘅公羊，或者係萬萬嘅油河咩？唔通我可以為自己嘅罪過獻上我嘅長子咩？為心中嘅罪惡獻上我身所生嘅咩？世人啊，主已經指示你何為善，佢向你所要嘅係乜嘢呢？只要你行公義、好憐憫、存謙卑嘅心，與你嘅上帝同行。主向呢個城呼叫，智慧人要敬畏佢嘅名。你哋應該聽下，係邊個派定刑杖嘅懲罰？惡人屋企裏面唔係仲有不義之財，同埋可咒詛嘅小升斗咩？如果我用唔公道嘅天平，同埋囊中詭詐嘅法碼，又點可以算為清潔呢？城裏面嘅富豪人家充滿強暴，裏面嘅人講大話，肚中嘅舌頭係詭詐嘅。所以我擊打你，使你嘅傷痕極重，使你為咗你嘅罪惡荒涼。你要食，但係食唔飽；你哋中間要有倒低嘅。你要找實唔放，但係得唔到救護。嗰啲得到救護嘅，我就要交俾刀劍。你要撒種，但係冇莊稼可收；踩橄欖，但係冇油抹身；踩葡萄，但係冇酒可以飲。因為你遵守暗利嘅惡規，施行亞哈家一切所做嘅，順從佢哋嘅計謀，所以我要使你荒涼，使你嘅居民俾人嗤笑，你哋亦要擔當我民嘅羞辱。哀哉！我好似夏天嘅果子已經被收盡，又好似摘咗葡萄所盛落嘅，冇一瓜係可以食嘅。我心羨慕初熟嘅無花果。地上虔誠人盡滅，世間冇正直人，各人埋伏要殺人流血，都用網羅獵取弟兄。佢哋雙手作惡，君王要攞酬勞，審判官要賄賂，達官貴人都講出佢哋嘅慾望，都彼此聯手行惡。佢哋最好嘅不過係蒺藜，最正直嘅不過係荊棘籬笆。你嘅守望者話，降罰嘅日子已經嚟到，佢哋要煩擾不安。唔好依賴鄰舍，唔好信靠密友，要守住你嘅口，唔好向你懷中嘅妻子透露，因為兒子藐視父親，女兒抗拒母親，媳婦抗拒婆婆。人嘅仇敵就係自己屋企裏面嘅人。至於我要仰望主，要等候嗰個救我嘅上帝。我嘅上帝要應允我。我嘅仇敵啊，唔好向我誇耀。我雖然跌倒，但係要起嚟。我雖然坐喺黑暗裏面，但係主要做我嘅光。我要忍受主嘅惱怒，因為我得罪咗佢，一直等到佢為我辯屈，為我伸冤。佢要領我去到光明之中，我要見到佢嘅公義。嗰陣時，我嘅仇敵就係曾經對我話：你嘅主上帝喺邊度啊？咁嘅，佢一睇見咁樣，就會被羞愧遮蓋。我要親眼見到佢有報應，佢要被踐踏，好似街上嘅泥土。以色列啊，日子要到，你嘅牆垣要重修，到嗰日，你嘅境界要擴展。嗰一日，人要從亞述，從埃及嘅城邑，從埃及到大河，從呢個海到嗰個海，從呢個山到嗰個山，都歸到你呢度。不過呢塊地因為居民嘅緣故，又因為佢哋行事嘅結果，一定荒涼。求主喺迦密山嘅樹林中，用你嘅杖牧放你獨居嘅子民，就係你產業嘅羊群。求你容許佢哋喺巴山同埋基列得到食物，好似古時一樣。
主話：我要將奇事顯俾佢哋睇，好似出埃及嘅時候一樣。列國將會睇見，仲要為自己嘅勢力慚愧。佢哋要用手揞住個口，揞住耳朵唔聽。佢哋要好似蛇咁樣舔土，又好似土地上爬行之物，戰戰兢兢出佢哋嘅營寨。佢哋要畏懼，向主降服，又要驚咗你。上帝啊，有邊個神好似你咁赦免罪孽，饒恕你產業嘅餘民嘅罪過，唔會永遠都嬲怒，又中意施恩。你會再憐憫我哋，將我哋嘅罪孽踩喺腳底，將我哋嘅一切罪惡掟落深海。你要按古時所發嘅誓，應許我哋列祖嘅說話，向雅各顯誠實，向亞伯拉罕施慈愛。